台北这场随机杀人案过了，即阵啊来，这社会气氛是真敏感。伫彰化市12月21暗呢，是传出一个姓郭的查甫人，伊是夜街啊，伫咧路林安尼黑白布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就随出动去抓人。经过侦办，认为讲这个嫌犯呢是有恐吓公众等等的罪嫌，目前已经介收押。喂，阿贤啊，物件先扛落来啊！物件先扛落来啊！伫人来来去去的超商门口，竟然有一位查甫人夜街啊，警察来啊，佫毋听可劝，倒啊夜咧黑白扑。彰化市民族路伫21日暗时，有一位姓郭的查甫人夜街啊行伫路下，警察接到报案，遂启动快打部队去抓人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赶赴现场，在民族路与民权路口的便利商店发现该名男子，同仁立即喝令该名男子将刀械抛弃，随即将该名男子带回侦办。经过检调询问，这位姓郭查甫人有损害公物、窃盗的前科，而且生活不稳定，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，互检方申请羁押，法院也裁定收押。经讯问后，认涉犯恐吓公众等罪嫌重大，且有逃亡及再犯之余，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台北顶礼拜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，引起社会不安。彰化地检署嘛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，要求各机关关注网络社群的发言，加强巡逻大卖场、公园等公共场所。检警强调，任何暴力、威胁、扰乱社会秩序、制造公共惊吓行为，拢会依法严办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